主后2022年8月2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就算无领受应允，也有信心。圣经咱做伙来读，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到40节。对神，摩西出世以后，伊父母看到婴仔清秀，毋惊王的命令，将伊藏3月日久。对神，摩西长大以后，负责人甲伊称作埃及公主的囝。较爱甲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，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仔久的快乐。伊看为着基督受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，因为伊仰望将来的报赏。对神，摩西毋惊王会受气离开埃及，伊坚持到底，因为伊有看见人看袂到的上帝。对神，摩西设立半过节，吩咐着后悔伫门里，才袂互走灭的磕着以色列人的大囝。对神，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亲像得行大地，埃及人嘛想要过，煞互水淹死。对神，以色列人坐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落去。对神，冲击拉合亲切接待侦探，所以无甲遐个毋顺服上帝的人做伙灭亡。我兼着佫讲，我无够时间通提起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必、撒母耳甲众先知的事。这人靠信心赚赢列国，因推行正义，领受上帝应允，因封捌师的喙，拍花烈火，逃脱刀剑的杀害，因软弱变做坚强，伫战场变做勇猛，拍赢外国的军队。有一寡负责人有接因的亲人对死人中倒转来，嘛有一寡人为着要搁活，得到较好的活命，拒绝讨放，甘愿受酷刑到死。有一寡人受死人鞭拍，嘛有一寡人受捆绑关监。因互人用石头钉死，用锯仔锯死，用刀刣死，因穿绵羊也是山羊的皮，逐所在奔波，忍受欠亏、迫害、虐待。这世间无值得因徛起，因伫旷野、山岭、石洞，也是地穴，四界流浪。这人通过因的信，拢有得到上帝认定接纳，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，伊的旨意是爱这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，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。就算无领受应允，也有信心。1933到1945年之间，德国政权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把持，毋但迫害异议分子，实施种族主义的政策，屠杀犹太人，也打压反对纳粹的教会。当时，伫美国纽约联合圣人院任教的德国牧师潘霍华告别，伫祖国遭逢困难时期，伊应该甲德国的基督徒斗阵做伙。伊讲：假使我无甲同胞同受今仔日的忧患，战后我就无参加教会重建的权利。1940年，潘霍华毅然转去德国，
参加地下工作，为着要推翻希特勒的政权。1943年，伊遭受逮捕。1945年，伫集中营受处死，享年39岁。伊病逝的3礼拜后，希特勒自杀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。潘霍华因为对上帝信心，从事推翻希特勒政权的革命运动。伊并无看到这个政权受推翻，不过伊还是坚持行对的路。初代教会认为信心的重要，在于摩西对上帝信心，不在于伊所领受上帝的律法。希伯来书作者认为，拄好是这款的信心所带出来的勇气，互摩西的爸母甲摩西藏起来，毋惊王的命令。也因为这款的信心，互摩西离开埃及，毋惊王的震怒。连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，也是因为信心接待以色列的侦探，互伊免得甲城其他人做伙灭亡。这段经文引用旧约中的例来说明信心的作为。摩西宁可甲上帝子民同受苦难，也毋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。伫伊的眼中，为弥赛亚受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搁较可贵。作者甲摩西的经历当作是为着基督受凌辱，摩西受苦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摩西身为上帝子民的领袖，爱带领因经历上帝神圣的安排。这款的神圣救恩历史上高峰的顶点就是基督。希伯来书作者认为，旧约中这个信仰前辈的信心，拢有真不平凡的记录。可是，因并无领受到上帝所应允的。换一句话讲，希伯来书甲咱讲，信心就是领受上帝应允。真有可能到落尾也无看到上帝应允实现，毋过犹原保持着信心。希伯来书讲到的这个旧约的伟大人物，因虽然有信心，却未必然看会到上帝应允的成就，实在互人真为着因感觉遗憾。毋过，假使因为无看到所盼望的应允实现，就放弃相信，信心就毋是信心了。希伯来书作者捌说明，信心是人虽然伫时间甲空间的限制，还远远看见上帝应允即种成就，亲像应允本身，信心也互遐个有信仰的人勇敢起来，伫历史中见证上帝为着要实现上帝的应允。默想，若一直等未着应允实现，我会因为安尼对上帝失去信心无？若一直等未着应允实现，我会因为安尼对上帝失去信心无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成做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就算无领受到所应允的，也无失去愿望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